Hello，加拿大嘅觀眾，我係 Peterson 黃興貴。其實多謝你哋嘅電視台先，就係今次咧專程咧係嚟到咧係溫哥華同大家咧就一齊啦慶祝父親節。咁啊遠程嚟到咧，我覺得係好有意義嘅。兼夾咧就係咧喺世界盃期內咧，我會做咧係世界盃嘅分析員。同大家一齊咧就欣賞世界盃嘅 party 嘅。哇！40多碼，即係我今年都已經係過咗80歲嘅，睇波踢波開始咧已經有74年啦。即係6歲我開始，我爸爸帶我去睇波，帶我學識踢波咧。開始咧70幾年，咁啊好細個，爸爸就帶我去睇波，咁啊識到好多係職業嘅香港球員啦。跟住去到美國讀書嘅時候，亦都係以睇波為主嘅，因為去到係人生路不熟咧，好少拍拖啊嘛，咁咪睇波咯。咁所以我就透過元化唔同嘅體育咧，係聽到佢哋啲評述員點樣講波啊，咁就學曉咗評述。因為我媽媽係美國人咧。所以我就係移居美國。94年嘅世界盃之後咧，開始咧就幫 ESPN 講佢哋所有嘅體育節目，咁啊變咗磨練到自己係評述嘅方式啦。神奇頂級超長。如果你係去縱啊，或者輕重彼此啊，咁啊呢啲係死症嚟㗎。即係競爭嘅體育行業裏邊咧。我學到好好咧，就係話叻嘅時候唔好招積，當你喺谷底嘅時候咧，就唔好怨咯，係即興地將你自己嘅思維拎出嚟，令到你講波講得動聽啊，或者你教波嘅時候教得係啲球員咧係會聽你講啊，肯為你賣命咧，呢啲係要講經驗啦，某種運動嘅思維運用出嚟，加埋勤力同埋咧謙虛嘅態度咧。我相信你都唔會差得去邊㗎啦。幫 ESPN 講英超嘅時候，曼聯佢哋嘅領隊費格遜爵士幾咁德高望重啦。咁到佢將近退休，最後一年教英超咧，咁我係被邀請上去上海，我上去同佢係見面咗係4個鐘頭，喺佢身上學到好多作為一個領隊教練係必須嘅態度，自己唔係超人。自己唔係 the best， 有一個咁樣嘅觀念咧，你就變咗可以有好多進步嘅空間咯。咁呢一樣嘢咧，我覺得做人勤力唔囂張係成功之道嚟嘅。